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，来看台北万家花市街有一间开50外档的卤肉饭老店。第3代头家大学出业了后，先去外口食头路。老板发觉讲老店生意愈来愈低迷，伫店里差不多拢看无少年的人客，决定要转来老店，想尽办法要请少年家来交关。无意中甲因卖现晒青蚵仔铺伫咧卤肉饭的顶面，翕相铺到网络，称甲掠袂掉。 卤肉饭一个捧出来，人客拢唔甘直接甲食落，手机摕出来先翕相，才佮讲。一粒一粒大粒的蚵仔铺伫咧饭顶的，袂输那刷共款。蚵仔卤肉饭变做即马上行的拍卡料理，还蛮搭的，那个海鲜味跟那个猪肉味合在一起还蛮搭的。那重点它鲜壳还蛮嫩的，没有一点腥味，所以吃起来蛮滑嫩，很好入口。因为它鲜颗很大颗，你咬下去之后就是感觉。 蛮绵密的，然后可以跟那个卤肉饭结合，就是感觉这种口味真的还蛮特殊的。伫小夫妇的白饭顶的绞肉甲真芳的肉臊，佮伫顶面铺20-30粒蚵仔，尾仔佮加葱仔煮1点仔蒜头酥，口味佮较香。这碗真有人气的蚵仔卤肉饭就完成啊！卤肉卤甲真软，食落水散开，加上甘甜的肉汤，甲蚵仔做伙食落，蚵仔甲卤肉饭的滋味实在真斗搭。卤肉饭上重要的肉汤，第3代头家鲍必涵，拢是照阿公留落来传统的做法来卤的，选猪肉较济，颔管仔肉用大火先甲猪油煸出来。这个步骤我们是要去把这个猪颈肉里面的那个油脂把它逼出来。 像这样子50斤的肉，里面大概会有10斤吧，会有10斤到15斤的猪油。鲍必涵拿个大鸡胗丝啦，顶来猪肉，搁爱拿个边仔小猪提醒。那你要记得，就是如果说它有一些，因为我们这是手工去切的肉块，那你要再去把它剪一剪，不要让它大小不一这样。 大火开1点钟了后，甲猪颔滚麦水分甲油拢煸出来，加豆油甲中药落去辣辣炒炒咧，互猪肉会当搁较食味。搁爱用摆摆啊火卤2点钟，卤甲油金，看会到价值，才算完成。其实我觉得每一代都会有每一代的一个任务啊，我们可能要有创新的想法，但是我们要把这味道再传递下去。 给其他的消费者，那未来会希望说是自己的弟弟妹妹啊，他们现在都能够回来自己的店里面上班，能够把自己真正说在这里面去学习，然后去能够让这家店做得更好。 即马鲍必涵会当家己来换大招，嘛希望会当带小弟小妹做伙来守护因组团的卤肉，互阿公的好手艺会用的继续传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